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順。今集講丙午馬年流年主星七煞嘅個人運程，點樣揾自己流年主星，咩主星最吉最凶，同埋有咩要注意，咁可以睇返紫微個人流年運程嗰一集。財運正財尚可嘅，偏財都唔差，長線短線都冇問題。咁但係有前設㗎。就係要有強大嘅心臟啊，能夠咧從容面對大嘅變化。咁喺大起大落中咧出擊。事業受雇者咧，工作運就一般啦。而少説話咧就多做事。咁講嘢咧就係要講重點，做事咧就係要防出錯。管理層咧會比較好做人事管理咧都會比較好。咁但係從事營銷咧咁就會比較差啦。轉工咧都未嘗不可。咁但係如果公司唔係窮途末路一動就不如一靜啦。唔轉咧係好過轉嘅。營商者要主動開拓市場，咁而且咧越遠咧就越好咁要有決勝千里嘅準備。咁好在咧會係勞而有獲嘅。咁只要攻守兼備收入穩妥咧可期。從事創意行業咧就價吉創意有價啊嘛。咁另外咧金屬相關嘅行業咧都係價吉嘅。姻緣已婚者咧不論男女感情咧都變得生分。咁莫名嘅意見不合，毫無道理可言嘅。咁更加有愛慕之心添。咁但係因為面子問題咧，又唔肯離婚或者分手。過咗馬年再處理咧會比較好嘅。咁單身者咧想拍拖，相當唔容易㗎。咁要旺姻緣咧先有機會。咁或者先放低，一年好快過。戀愛成熟嘅情侶馬年係可以選擇結婚嘅。咁但係要做好準備咧，應付比想像中大嘅支出。健康男性要注意心臟疾患要預防中風。咁女性咧就要留心婦科病仲有血液嘅疾病。咁雖然咧係有貴人幫扶嘅，咁但係病向淺中醫身體咧有不適嘅信號咧就唔好當冇事唔好咧就係默默忍受。咁要做好體檢盡早咧處理。咁已經康復者咧就都要防範呢個復發。赤馬同中若休確，山南險象緊追蹤。馬年嘅重點咧係埋堆，車公簽遇事，精工造假，真誠無價。咁大家咧可以結合參考嘅。咁流年主星七煞咧就講到呢度啦。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祝大家馬年吉祥，萬事如意。多謝大家。